歡迎大家參加由靈記出版有限公司舉辦嘅新里程公民經濟與社會新書發佈會。我係編輯 Harmony。今日嘅主題係快教易學，最大化利用時間。首先，我會介紹課本特色同埋教學資源。第二部分就會交俾市場部 Tony 介紹電子互動資源。今時今日，老師同學生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困擾，例如老師要面對住課時不足、行政工作多，導致要壓縮教學上嘅時間。課堂入面又要兼顧唔同方面，好似價值觀、國家安全教育等等。而學生就會怕內容悶，書本內容多，練習多。講到尾，現今環境入邊，時間就係老師同學生面對嘅最大敵人。可以好好利用手上嘅時間，就等於可以將教學嘅效益最大化。靈記新里程公民經濟與社會，正正就係針對呢一方面去設計，從根本解決老師同學嘅問題。編輯會以系統性劃分課本為課前、課中同埋課後，幫助學生鞏固知識嘅基礎，訓練技巧同埋建立態度價值，貼心輔助每一位老師順暢咁完成課堂，達至快教易學嘅目標。我哋都考慮到唔同年級嘅學生能力上會有差異，所以我哋由宏觀到微觀，從年級到單元進行程度上嘅調適。首先，我哋確保每個單元嘅課文內容、練習數目同埋難易度都係份量適中，唔會過多，亦都唔會過少，而且切合當下嘅學生程度。另外，頭先所講嘅課文內容同埋練習喺難度上，我哋都做咗一啲慢慢提升嘅設計，從而達到循序漸進嘅效果。只要老師跟住課本嘅編排流程，就可以輕鬆做到豐富課堂之餘，又能夠教得晒，亦同學亦能夠逐漸進步。我哋以下會介紹靈記新里程課本嘅環節特點，將最新嘅課本內容帶俾各位老師。首先係課前環節，學習重點設於每個課題嘅開首，等學生輕易掌握課本嘅學習重點，並且明確標示每一個單元必學嘅價值觀同埋態度，提供學習指引。喺每個課題開首，會為學生進行課前熱身，以開放式嘅問題配合漫畫情景，俾學生預習同埋完成簡單嘅問題，提供學生嘅自主學習動機同埋興趣，協助老師推動學生快速進入課堂。接住落嚟係課堂環節，我哋以想一想同埋小重溫嘅環節貫穿全文，透過互動學習活動帶動課堂嘅討論氣氛。每個課題設有課堂練習，建立基礎。練習題目嘅旁邊清晰標示唔同類型嘅學習技巧，包括分析、比較資料同埋發表意見，會多角度咁訓練學生嘅理解能力。更加設有星星標示，提示老師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生嘅自我挑戰。特別設有知多一點，以生活化嘅補充資料，為能力較高嘅學生提供格外知識。當中我哋都會標示一啲難點，提示老師。另外亦都會有發現多一點，提供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以及其他法律相關嘅內容，提升同學相關知識同埋守法嘅意識。最後嘅課後環節，課本每個單元都會設有超實用嘅課文重點、腦圖，整理課題嘅學習要點，鞏固所學，協助學生理解，配合教材、教學重點簡報、視覺圖像，增強學生嘅記憶。單元總結又有助整合學生嘅概念，理順單元脈絡。每個單元最後設有自我評估，除咗填充題、選擇題、是非題等等基本嘅題型外，亦都會設有簡單嘅資料回應題同埋作答框架，發展學生嘅認知能力，提升自主學習能力。各位老師可以睇到新里程公民經濟與社會大量咁利用圖像化嘅設計，令到同學可以快速投入課堂。另外又會以唔同嘅圖表、內容、活動同埋練習，幫助同學喺課堂上鞏固所學，加深學習嘅印象，咁就可以最大化咁利用課堂時間，得到最大嘅學習效益。
如果擔心睇唔切嘅話，建議老師可以 screen cap 呢一版，咁就可以方便老師參考啦。除咗書本之外，教材當然都係非常之重要。無論係工作紙、影片等等嘅教材，我哋都一應俱全。每項教材都會具備唔同嘅功能，對應唔同嘅需要。我哋都明白，一套設計完善又豐富嘅教材配套，絕對可以幫老師節省時間，令到同學進步。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設計教材嘅理念。而且編輯都會對教材不斷進行優化更新，令到教材無論任何時候都係適用同埋好用。接住落嚟就等我介紹一下教材嘅配套啦。講到新課程，各位老師除咗擔心教學之外，教學支援亦都係各位老師苦惱嘅環節。始終新課程同舊課程並唔係100% 一樣，意味住老師需要重新準備所有嘢，包括教材同埋教材嘅方針。而呢一啲部分亦都係佔老師最多時間嘅。我哋零記嘅教材配套就由呢一刻開始，幫老師節省時間同埋心力。我哋提供備課精華手冊，同其他出版社唔同嘅部分係，除咗列明課題嘅教學時數、目標、堂上面需要用到咩教材之外，我哋亦都會列明學生會遇到嘅困難，或者照顧學習差異上可以有啲咩課堂活動等等，協助老師製作教案，咁老師就可以輕鬆咁樣處理備課階段啦。備課完成，當然就開始課堂嘅教學階段啦。呢個階段，老師最擔心嘅當然係同學嘅表現啦。點樣令到同學專注？點樣提高佢哋對課題嘅興趣？點樣可以喺有限嘅時間內完成課堂，而同學又吸收到知識，就成為老師要面對嘅最大困難。而零記當然亦都準備咗相應嘅方法幫助老師。我哋除咗有實體教材之外，同時會以電子元素做配合，亦都系統性咁樣以課前、課中、課後嚟劃分。另外亦都有唔同嘅功能，例如工作紙嘅部分，我哋中一級中英文版工作紙嘅數量超過300份，而唔同功能上，我哋都劃分咗有照顧學習差異、技能訓練等等。而家我哋就介紹一下。上堂前當然唔少得預習嘅部分啦，我哋會以影片、課前概念你要知、中英對譯，令學生可以預先喺屋企觀看，咁上堂前就已經大概掌握重要嘅知識同埋詞彙。我哋而家播一播片啦。喺社交關係入邊，我哋經常都會遇到朋輩壓力。朋輩嘅意思係指彼此有友誼嘅關係。我哋同朋輩有類似嘅興趣。另外仲會設有自主學習影片，內容多數都係同生活有關係，可以引起共鳴，提升自主學習動機，令佢哋更加投入課堂。只要嘟一嘟二維碼就 OK 啦。呢一日會展好熱鬧，原來係舉行 STEM 卓越獎頒獎典禮。嚟到上堂嘅部分，我哋當然會有教學簡報，用動畫式嘅方式去呈現，配合教學，增加課堂趣味。喺簡報入邊仲會有一個資料補給站嘅環節，為大家提供額外嘅資訊。當然唔少得溫習筆記，我哋會提供文字檔，喺使用上就更加靈活。等老師製作適合校情所需要嘅筆記，可以令到學生喺課堂上邊學邊整理重點知識，提升學習效能。亦都提供教學影片，以短片同埋簡單題目，學生睇完就做，咁就知道學生睇到幾多，學到幾多啦。而家嘅學生睇影片較2倍速播放，好快就睇完一條片。零記影片內容咁吸引，好多老師都會擔心種類同數量夠唔夠多。我哋知道大家對於影片嘅要求又要高質又要貼地，所以零記為大家帶嚟獨家人氣 YouTuber 白賴影片，用幽默風趣嘅廣東話方式，配有中英字幕，喺課堂上絕對可以帶起氣氛。我哋而家睇一睇啊！歡迎大家收睇警告你咪信，我就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白賴，事不宜遲啊喂，咁即刻為大家送上第一單猛料。
最近有好多人嚟投訴，話有個騙徒喺網上專呃 share， 究竟係邊個咁無良？我即刻為大家追擊啊！為咗令到課堂活動更加多元化，除咗影片資源，我哋都設有課中活動同埋延伸活動。前者係基於互動學習活動，提供進心反思同埋自我評估；後者就係根據課本每個章節提供延伸活動，增加課堂嘅樂趣。我哋亦都設有上課神器、上課儀，上堂嘅時候可以同學生同步 highlight 重點，仲有影片連結放喺內容隔離，咁樣老師就可以教完內容之後即刻播片，慳返唔少時間。當然仲會有離線版。你知啦，一個老師教咁多科咁多班，每一班嘅進度都唔同，離線版就啱晒啦。接住落嚟就到課後嘅部分，課堂結束之後，當然係確保學生可以鞏固知識啦。課後總結影片就絕對幫到你，片長3分鐘，全片聲音導航，用圖像化嘅形式鞏固知識，保證打好基礎。最後就會配以腦圖總結去加深印象，令打好嘅基礎更加牢固。當然，零記都有習作簿，每一份有埋答案提示分數，答案一定揾得到，做得啱，學生信心就嚟啦。透過不同嘅教材小考試，將趣味性同埋成功感帶俾同學，令到佢哋喺不知不覺間對學科產生興趣，令到老師可以更好、更順暢咁完成課堂。喺價值觀嘅部分，學界近年提倡嘅價值觀同埋國情教育嘅部分，我哋零記當然都會照顧到。明白到老師喺揾呢兩方面嘅資料，往往都需要格外留神，花費好多嘅時間。為咗解決呢個問題，零記提供咗充足嘅資源俾老師去選用，咁老師就唔使為此大費周章啦。喺價值觀嘅部分，我哋提供聚焦價值觀，以漫畫做引入，輕鬆帶出正面價值觀。教材嘅檔名為咗方便老師快速咁搜尋對應嘅單元內容，更加會明確咁表示價值觀嘅詞彙。另外，我哋會提供價值觀活動，我哋會提供完整嘅活動教案同埋資源包，包括活動簡報、活動流程、各個活動需要用到嘅資源。活動完結之後，仲會有一個總結同埋回饋，係一個非常完整嘅學習價值觀嘅教材。最後，我哋今年新增一個網上遊戲《價值觀大冒險》。遊戲係根據12種首要價值觀同態度去製作嘅，令到同學可以喺遊戲之中學習正確嘅價值觀。公民及國情教育喺呢一方面，我哋嘅配套都非常之豐富，分別提供咗國家發展知多點系列、基本法系列同埋國家安全教育系列。喺國家發展知多點系列入邊，我哋透過認識國家發展同埋你所不認識的中國，去提供國家各方面嘅資料，令學生可以多方面咁了解國家嘅發展。而基本法系列就會有日常基本法同埋漫遊憲法和基本法兩種教材。前者係以生活嘅情節做切入，配合漫畫去講解，輕鬆簡單咁認識基本法。後者就會列出憲法同基本法嘅共通點，等學生容易了解兩者之間嘅關係。我哋仲會有互動趣味遊戲《憲法逐格睇》，學生可以透過遊戲了解更多條例同埋小知識。遊戲仲有分中英文版本嘅。國家安全教育系列係一個完整嘅教材套，包括教學流程、教學簡報同埋練習，老師可以根據需要同埋課時去決定教學嘅深入程度。照顧學習差異，學生存在能力差異嘅問題， SEN 學生亦都變得越嚟越普遍，老師需要花費更加多嘅心力去照顧唔同學生嘅學習進度。有見及此，零記喺照顧學習差異上嘅配套都十分充足，特別製作咗 SEN 特別支援教材，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滿足唔同老師嘅需要。亦都有獨家嘅分層工作紙，即係同一則資料幾種唔同嘅問法，老師可以因應學生程度去提供唔同嘅工作紙，令到所有嘅學生都能夠得到有效嘅訓練、技能訓練同評估。
靈記亦都提供一個完整嘅評估教材系統，除咗提供唔同嘅試題之外，亦都兼顧到同學喺測考前需要嘅技能訓練。我哋設有技能訓練工作紙，能夠提供唔同嘅技能訓練，例如當中會有漫畫數據拆解攻略，幫助學生一步一步咁拆解漫畫同數據。當中包括有漫畫解釋，講解點樣去分析數據，作答應該點樣部署。喺測考之前就可以有更加有效率咁提高同學嘅能力。喺評估方面，我哋亦都考慮到老師對於試題嘅需求日漸增加。而家普遍學校3考，甚至有啲2測2考，然後仲有形形色色嘅小測測驗，老師需要花好多時間去揾試題砌試卷。靈記非常之清楚解決問題嘅方法，就係提供海量嘅試題。我哋亦都非常驕傲咁表示可以做到。以中1級為例，試題嘅數量已經超過咗2000條，包括簡單題型、NC、是非、配對、填充。而資料題方面，我哋更加會分為初階、中階同埋高階，老師可以因應情況去使用，以達至循序漸進嘅學習效果。銜接高中資源，相信各位老師都希望同學能夠將公民、經濟與社會科所學嘅知識銜接到高中嘅學科，咁樣先係將學校效益最大化。我哋都當然知道老師有呢方面嘅需求啦，所以我哋設有銜接高中經濟科教學資源，同埋銜接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教學資源。透過呢2個資源，同學就可以將初中所學到嘅嘢順利接軌到高中，為高中提前做好準備。喺時事方面，時事都係老師重視嘅其中一個部分。我哋除咗會有時事追蹤工作紙，幫大家整理重點新聞，再配合工作紙加強學生技能之外，我哋亦都全新推出咗新聞網，可靠、安全、實用。熟悉靈記嘅老師都知道，我哋有新聞網站。更重要嘅係，新聞網分開3大專題，包括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國家安全。4大範疇包括個人成長、香港、中國、全球。以上嘅內容都係中英文嘅內容，更重要嘅係24小時不停更新，所有相關嘅新聞，呢都可以令到學生隨時貼近社會，了解更多。以上介紹咗一系列嘅教材，由備課開始，到課前、課中、課後、評估、銜接等，都會有相應嘅教材配合老師喺唔同階段嘅需要。老師喺使用新里程公民、經濟與社會，就唔使擔心要花額外嘅時間揾教材配套啦。話到明設計完善又豐富嘅教材配套，點可以冇電子互動資源呢？接住落嚟就會為大家介紹下啦。唔該晒 Harmony， 跟住就由我市場部嘅 Tony 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電子互動平台。相信 Google Form、Microsoft Form、Kahoot 等等嘅互動平台，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我哋靈記當然都會提供啦。除此之外，我哋仲會有智易用，咁其實佢係一個結合備課、教學、評估嘅一站式學習管理平台。當中更加係運用咗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技術，將智慧教學帶俾咁多位老師。咁我呢度都簡單為大家介紹一下佢嘅用法啦。喺登入之後呢，就會見到平台嘅首頁，上面呢就會顯示咗唔同嘅功能。咁揀咗我的課程之後呢，就會見到老師們選用嘅新里程公民、經濟與社會嘅課本噶啦。咁選上需要嘅課本之後呢，例如係單元 1.1 啦，再進入章節，就會見到有課前、課中、課後嘅資源。另外都會備有影片同埋小問題供老師使用。咁假設我哋而家撳咗課前資源啦，我哋會睇生涯規劃嘅呢一個影片。喺預覽入邊就可以睇到影片嘅內容噶啦。而我哋嘅影片呢，其實已經直接就放咗喺平台入面，咁避免咗跨境同學因為地區嘅問題而睇唔到 YouTube 嘅影片。咁當然啦，呢一個嘅平台喺批改功課上邊呢都係非常之方便啦。咁我就出翻出去先。
老師其實可以喺平台上面咧睇到學生交功課嘅情況，就好似呢一度咁樣，亦都可以隨時審批功課。咁除咗可以用文字留低評語之外呢，咁老師都係可以直接用語音嘅形式嚟到進行批改嘅。咁同學喺檢視自己嘅成績嘅時候呢，都能夠透過平台嘅人工智能助理去解釋呢個答案，咁樣就可以節省到老師解答嘅時間，而同時同學亦都能夠隨時喺人工智能中得到學習嘅指引。喺呢度我就為大家示範一下啦。好，你會見到呢位同學咧就答錯咗問題，咁喺呢個位置咁就會有一個 AI 解釋嘅格仔啦。咁撳咗落去之後呢，咁我哋嘅 AI 嘅助理咧就會去解釋一下究竟點解呢個答案係會錯，咁同埋點樣可以揾翻一個啱嘅答案出嚟啦。除咗自義用之外，靈記亦都提供咗學生網俾同學自學使用。學生網入邊有唔同嘅資源同埋資料，例如趣味多媒體入邊有提供唔同嘅影片啦、漫畫同埋資訊圖表。溫習筆記就會提供唔同單元嘅筆記俾同學溫習。另外更加會有 VR 啦、詞彙庫同埋新聞網，可以講係趣味同埋實用並重。呢度想特別再提一提，靈記嘅詞彙庫唔係普通嘅中英文對譯表，而係會根據單元排列，有中英文嘅解釋，同埋具備英語發音功能嘅詞彙庫。總括嚟講，我哋靈記喺新課程公民經濟與社會科，無論喺課本定係教材方面，都可以全面咁照顧到大家所需。無論係課前準備、課堂中間嘅設計、電子元素、趣味性、照顧學習差異、技能訓練等等，都一應俱全。正如我哋嘅理念一樣，快教易學，最大化利用時間。老師們可以透過熒幕上嘅 QR Code 連接學科網站，同時直接獲取試用嘅資料。而靈記嘅新書樣章同埋教材已經安排緊送去各間學校，市場部嘅人員亦都會陸續同各位老師聯絡。多謝各位參加今次嘅研討會，我哋下次再見，拜拜。